Ecco, 我的晚餐，哎，看起来很丰富了。嗯，哦，今天晚上吃的很均衡。Allora，介绍一下吧。第一个，这个是我们的主菜，今天这里有鸡肉，当然不是我们的朋友的鸡腿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不敢吃那个。然后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节瓜，第一个节瓜，所以我们好好的要准备它，要吃它。哎，这个是因为只有一条，所以一条是没有什么办法。这个是我的迷迭香，哎，这边的迷迭香，然后这个奥利冈，再来这个主菜，然后这个备菜，哎，这个有我们的洋葱那个上面的那个咱们叫那个青葱的部分，这个是洋葱，已经被吃掉了，可是这个是一个浪费，所以不要丢掉，这个我也要吃。OK， 然后这个九层塔，这个是我们的，也是菜园的九层塔。然后这个要这个鸡蛋，这里你看这个鸡蛋都长得不一样，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朋友的鸡蛋是一个大的，一个普通的，然后那个小小的，很特别的。这个是我的沙拉，我特别喜欢吃沙拉，对不对？metto via questa roba。然后除了这个苹果以外，都是我的。然后我们有什么？第一个是一个天罗芒，这个很好。然后这个是大陆梅，都是我们种的。再来我的小黄瓜，那个也是今天把它。那个田螺蔓跟大陆梅都是今天第一次摘的。对，没错。再来这个是这就是小的，这也有大的，这是有红萝卜，然后这个是樱桃萝卜，这个是辣辣的好吃的，这个非常适合我的沙拉。我们也吃它的叶子，樱桃萝卜的叶子。对啊，吃它的叶子，我们也吃这个，把它放到沙拉里面。很特别的沙拉，现在我准备等一下给大家看结果怎么样。刚刚煎鸡腿的那个油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来把这个青葱草先炒一炒，味道比较香。
bello。很不错啊。Ecco， 我的晚餐好了。啊，这里我的沙拉，丰富的沙拉啊，漂亮漂亮，有核桃，有那个樱桃萝卜，那 Aspetta， 你刚刚不是已经讲了材料了吗？所以你不用再讲一次了。OK， 这个是那个炒蛋哦。炒蛋。我的鸡肉的鸡腿，跟那个节瓜。Bene. Bene, buon appetito, mangia. Buon appetito. Bene, grazie.